好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6年嘅8月26號，又講下今日嘅操作先。嗱，一開始呢，佢都係起翻琴日夜期收市嘅位度咧，就挫上挫落。咁第一支真正開市9點30分嗰支燭咧，就本身係挫咗落嚟，但係因為我見到嘅息路咧都係偏升嘅，今日係偏升嘅。咁我喺群組度都有講嚇。咁另外咧就喺9點30分咧，我就670就做咗個買入嘅時間啦，就喺呢度。OK，因為見佢跌唔落啊，跌唔落又冇低過開市嗰支燭，即係呢支燭冇低過，咁啊插翻上嚟，所以我就判斷佢會有力升上去啦。咁我即係670大約呢個位度，70就做咗個 buy 嘅動作。咁當中咧佢都係挫上挫落嘅，咁我微利咧700食咗50%。咁因為始終頭嗰三支冇乜方向，所以我就食咗半袋平安紙，跟住到 T 一到咗啦。T 一我之前呢度打咗7，但係佢回落少少我就食埋第一棍。咁當然佢會繼續去，但係我就唔貪心啦，食咗自己 OK 嘅就即係幾多點啦，唔多啦咁啊，係啦，幾多點唔多，係咯，咁樣個操作就係咁樣啦，即係唔好貪心，日日執佢100幾十點就 OK。係，咁當然而家你見到佢會繼續升，咁都到過之後啦，之後因為我而家錄翻都係巡邏影片嚟，之後都會到過嗰個 target 二，係 OK。有問題有評論可以留言，咁我加你入去我呢個期指視頻群組，每一日都會做開始第一擊嘅視頻。